拍报仔是好诶，但是爱拍着时间，再拍了就过早。学老诶时阵，咱拍报仔是好，但是会记得一项事，咱所有献诗，咱所有伫即个所在时候，是要归因讲互上帝，所以咱就会将荣耀归互上帝。圣经内底常常提醒咱一项事，毋通将荣耀归互家己。当咱将荣耀归家己时阵，但是咱将荣耀归互人诶时阵，咱就无好。即句话这是我连续伫圣经中间有找15个阮的圣神的比喻拢总有15个。其实毋尔15个，但是有这15个是常常出现咱今仔日伫这所在要继续来传讲阮的圣神的比喻要安怎读做这个台语，敢才会当咧读圣神如灯似印，像冰固因为咱台语中间即个似咱真少咧用所以读的时阵会感觉安加高。所以你会当家读做圣神亲像灯，亲像印，亲像冰固，安尼大家听就非常的清楚。咱教会今年度有一个总主题，就是伫真理甲圣神内面来敬拜上帝。伫牧师准备咱今年度的讲道中间，约略有20几讲，会来讲到关于圣神。伫第一讲中间，咱有讲到圣神伫旧约中间的名称，然后续接，咱有讲到圣神伫新约中间伊的名称。咱伫顶2礼拜，咱连续用圣经中间关于圣神的比喻，咱讲到圣神亲像风，亲像气，亲像井咱嘛讲到圣神亲像火，亲像水，亲像膏油。今仔日咱续接来讲3个相关的比喻，就是圣神亲像灯，亲像印，亲像冰固。伫后礼拜，咱会继续来讲到圣神亲像目睭，亲像角，亲像链仔。然后最后，咱会讲到圣神亲像手，亲像衫，亲像主爱的老母。希望通过这15个比喻，咱对着圣神伊的工作，甲着圣神伊的实质，会通有一个了解。咱今仔日首先来讲到圣神亲像灯。圣经用灯来比喻灵，还是讲灵？这是介清楚的经文，是出现伫《箴言》第20章的第27节。这段经文安尼讲，人的神是耶和华的灯，监察人的内心。咱要了解这句话，介好的方法，就是对会幕内面金灯台的功用来去了解。伫规个圣经中间讲到以色列百姓，因的宗教中心介起头就是一个会幕。后来有圣殿，圣殿就是根据会幕来起造。会幕代表上帝降临伫以色列人中间。但伫这个会幕内面的圣所有一个器具非常的重要。犹太人常常用因来称作因的一个上灯，这个叫做金灯台。伫金灯台有7趴灯。上帝吩咐祭司就爱常常将这个灯甲伊点倒。特别是若是祭司咧服侍上帝时阵，对下暝时到伫天光，就爱伫耶和华的面前来料理这个灯。行伫暗暝的时阵，这个灯因为灯芯无够，所以火气还是讲灯油无够来火气，所以祭司就爱规暝守伫这个灯的边来照顾这个灯，互这个灯的光永远来发出。所以祭司爱注意迄个灯的芯。是毋是已经短去，已经无够？也是讲，即个油是毋是有够热，会通继续点倒？以色列人对着上帝有一个敬虔，就是爱常常将即个金灯台的灯来点倒。当即个金灯台的灯点倒的时阵，就照亮整个的圣所。若无即个金灯台发出的光，那安尼即个圣所内面是一片的黑暗。那安尼祭司就无法度伫圣所内面来服侍上帝。当即个会幕就好比是咱人的一个身躯，即个日光甲月光，敢若通照伫会幕的外面，袂通照伫到伫圣所的内面。共款，
咱日头的光、月亮的光、星的光、外面的光，甲通照伫咱的身躯的外面。若要照亮咱的内心，那安尼就需要上帝所想事人的心、人的灵这拍灯。亲像会幕的金灯台点倒的时阵，会通照亮整个的圣所。人的心是耶和华的灯，这拍灯若点倒的时阵，就会通将咱的内心会通照到光明。同我讲，人的灵、人的心是上帝放伫咱内在生命中间的一拍灯。这拍灯就爱常常互伊倒，若无倒的时阵，咱就活伫黑暗中间。当这拍灯若倒的时阵，会通监察咱内心的思想、咱的念头，是毋是符合上帝的心意？所以这拍灯成做人甲上帝彼此交流、沟通一个要紧的媒介。这拍灯若点倒，是讲上帝的心已经临到伫咱的中间。总是这拍灯本身袂通永远发光，伊需要一个火来甲伊点倒。同款，咱人的心本身袂通发光，需要互上帝的火来甲咱点倒。所以诗人常常讲：耶和华，你是我的灯，你点倒我的灯，你要照明我头前的路，要互我内面的黑暗会通变做光明。咱常常读着诗篇119篇150，讲上帝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拢要表明人会通得到这个灯，会通光，拢需要对上帝的话，也是对上帝的信赖。这是旧约中间咱对会幕内面的这个金灯台来了解这个灵甲着所有的灯中间的关联。总是咱来进一步到着新约，伫新约中间也讲着圣神甲着这个灯中间的关联。写启示录的使徒约翰伫巴摩岛，伊看到两个异象。第一个异象是伊看到有7支的金灯台，伫这个金灯台中间有一个人，亲像人子。这是国我的主，伊身躯穿白衫，伊的胸孔下金带。那这个人子有一个特色，就是伊的手，伊的正手提7粒星，然后伊行伫7支金灯台的中间。启示录这个约翰伊家己本身安尼注解讲，这7粒星就是代表7个教会的使者，那这7支的金灯台是代表7间的教会。总是毋若干那看到这个金灯台。这个约翰佫看去，天开，有一个宝座，有一个伫宝座顶面的上帝，然后对这个宝座的中央有发出四呐声甲雷，四呐就是咱讲的拍雷。闪电有7支的金灯台，7支的灯火点伫这个座位进前，然后伊注解讲，这7个灯火就是上帝7个神。伫咱咧讲到新约圣经关于圣神的名称的时阵，咱有特别提起，伫启示录中间用一个名称来形容圣神，就是7个字，7字。但约翰所看这个异象，搁一摆将这个人甲着这个灯，搁一摆来连接做伙。无共款的是，咱看到会幕内面迄个灯，也是讲经言内面所讲迄个灯，牵连就是人的神。若是伫天顶宝座，这7拍的火灯是上帝的神，就是圣神。约翰用7灵伫这个所在咧描写这个圣神，是咧讲这个圣神本身的完全，伊完全的本质，上是有完全的能力。只有上帝的神是完全，人的神虽讲是好，总是常常是无完全。人的神这拍灯本身毋是光的源头，所以要保持会通发光。伊就必须要对上帝宝座前这7拍火灯所代表的圣神来引火来点倒。上时人的神检测伫点倒时阵，会通甲上帝的神沟通。总是伊若发光一段时间了后，你若无去家料理，你若无去家注意，伊悠然会可能佫花去。伊就要继续不断对上帝的神来帮助伊内面这个神才会通继续来发光。7拍的火灯所代表上帝圣神，就是正光的老爸众光之父，伊是所发出的光。马可书第1章第17节内底安尼讲：既然好的赏赐，甲上帝的恩赐，拢是对顶面
就是对正光的白所相似，伫伊无有转换，伫伊无有灯色的影。咱每一个人内面有一个神，咱人的神即拍是拍要紧的灯，咱会通发光，会通照明。当发光照明的时阵，咱会通感察咱内心的世界。总是上帝的神，毋也是咧照每一个人伊内心的世界。上帝的神会通照亮所有人内心的世界。所以传道书内面安尼讲，恁着说，恁既然恁所做的，甲恁一切所捌的事，无论是好，无论是歹，上帝拢要照光伊，同时上帝拢要审判伊。圣神亲像灯，就是要发出这个光来照亮、来显明咱内心一切稳重的稳静。无论是好，无论是歹，拢要来照明。所以，伫圣神亲像灯的光照下面，咱完全暴露伫上帝的面前。咱袂通稳重家己，咱袂通掠杂咱家己。咱要做一个介无用的代志，就是讲伫上帝面前掠杂咱家己，稳重咱家己。但是咱无法度稳重家己，也无法度掠杂家己。咱即世人中间，咱的存在，咱所做的代志，咱所讲的话，咱所想的念头，有一天拢会受到显明，拢会受到审判。只要咱是下伫上帝的性情，咱会通亲像互火炼过的金仔遐尼宝贵。总是若是咱无下伫上帝的心意的，遮个拢会被火来烧掉。就是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已经得救，咱的灵命嘛咧成长，咱嘛参与伫教会各种服侍上帝的工程。保罗先生提醒咱服侍上帝时阵，这服侍工程有一天嘛要伫圣神亲像灯的光照下面受到监察，然后受到试炼。如果这个工程你咧做伊的时阵是用金银宝石这款贵重的器材来起造，那有一天你会通得到上帝的恶乐。总是如果你咧服侍上帝时阵，你是用茶、用草、用稻谷这个歹的品质来起造时阵，有一天你会火烧掉。兄弟姊妹，圣神亲像灯，要照亮咱一切所做。若是照亮咱一切所做的，也要照亮咱的内心，互咱的内心受到上帝监察。这是第一个，咱对圣经中间，互咱通知圣神亲像啥物货？圣神亲像灯，伊会通照你的内心，伊会通照你所做的工。那第二，咱伫这个所在所要讲的是圣神亲像印。咱知影这个印伫咱的生活中间常常出现。印最重要的就是来做认证的功用，会通认证一个契约，也是一个文书顶悬所牵涉到的权利。所以，这个印甲起头会通看伫咱的身份证顶悬。那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身份证，若是伫美国，你有一个这个 SSN， 就是社会安全的证件。这个身份证也是这个社会安全的证件，的确顶悬爱有刻一个国家主管单位的印，那伊才是生效。因目的是要来认证咱真实的身份。若无这个印仔刻伫顶悬，这个身份证是无效。咱知上帝要印证咱，当耶稣基督受洗时阵，要安怎认证讲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上帝的囝。当耶稣伫施洗约翰下面受洗时阵，圣神亲像钱仔降临伫伊身上，请做一个印记。同时对天顶天父上帝出声讲：这是我所疼的囝。当咱相信耶稣基督，当咱悔改受洗归入上帝时阵，圣经甲咱讲，上帝要做一项事，就是伊要将所应允的圣神赏赐予你，成做一个印记，互咱有圣神伫咱的心内底，甲咱的神同做见证，讲咱真正是上帝的儿女。这是你伫上帝国所得到的一个身份，圣神甲你看面来做一个保证。除了这个证明你的身份以外，咱若有一个看门的文件，那呢对着这个文件所包括内面所有的权利，伊就拥有一款的权利。先知耶利米要甲人买这个土地，圣经安尼描写，讲伊要这个土地了，就照着当初时这个律法，甲着因的风俗，伫众人的面前付钱，付钱了爱看面。你干那付钱，你无看面，这个土地犹原毋是属于你的。
总是你付这个钱，你砍这个印，然后这个文件伫你的手中的时阵，若会通证明讲你是这个土地的主人。我想咱伫咱的社会中间嘛是共款，你去买这个土地，也是你去买一间厝，拢嘛是爱砍印啊，最后做一个证明，讲这个土地已经是归属伫你。圣神亲像印，如果咱有圣神伫咱内面的时阵，咱就会通拥有上帝通过圣神所要赏赐予咱一切的权利甲福分。那圣神也是正做一个看印，正做一个保护。咱若有看运的证件，这个证件对咱来讲，就会通产生一种的保护。譬如讲，咱咧出国，拢爱揸着这个护照，这个护照顶悬爱看这个国家的官印，这个护照就会通保护你出入这个国家的海关。像是若到伫海外时阵，因为你有这个护照，所以会通证明你是这个国家的人，然后这个国家会通对你产生一寡必要的保护。基督徒有圣神，这个圣神亲像印，咱是嵌伫上帝国予咱的护照顶悬。无论咱到伫倒落，咱有圣神，有这个上帝国予咱的这个护照，会通来保护咱。特别圣经内面记载，末日临到的时阵，有济灾祸，毋知什么时阵这个灾祸会临到伫你，总是当咱有圣神做印记的时阵，咱会通逃闪末日这个灾祸。还佫一项，这个印仔还佫有一个功能。就是保证你有这种执行的权利。古早的王，若是伫伊所写命令来砍印的时阵，代表讲这个王已经有认证证书，所有其他的人袂通改这个文件，就是王家己本身嘛袂通更改，也是来废除。若是上帝通过圣神做，圣神既然是上帝印，这款的权柄较赢伫世上的君王。上帝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当伊用圣神甲咱砍印的时阵，伊是要赏赐咱特别一种的权利。一个人身上若带着这个王所砍的印，伊就通凭这个印的文件来执行王的权柄。同款，当一个人伊身上有圣神做印的时阵，那安尼伊就通过圣神来行使上帝予伊的权柄。搁我的主捌对着伊的门徒分一口气，对因讲：恁接受圣神。煞是讲，你若赦免啥物人的罪，才会罪就赦去；你若留啥物人的罪，才会罪也就留咧。这个门徒因为领受圣神，所以伫因身上常常有上帝的权柄伫因的身上，因会通医病，因会通赶鬼，因会通起造教会，因会通做济上帝交代因所需要做这的权柄。因原本无这的权柄。总是因有圣神亲像因嵌伫因的生命中间的时阵，因就通有这款的权柄。当无顺节圣神降临的时阵，彼得对着当初时所有听道理的人安尼讲：恁逐人着悔改，你着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接受洗礼，恁的罪着的确得着赦免，上时要来领受所要赏赐予恁的圣神。上帝欢喜。将圣神予所有真心悔改归向伊的人。保罗先生对这段经文佫进一步的一个注解，伫以弗所书第1章第13节，伊安尼讲：当点伫恁也已经有听起真理的道，就是会通救恁的福音。恁既然信，就点伫伊有所应允的圣神来砍。保罗讲，互恁圣神，就是用圣神甲恁砍。圣神就是一个人听起真道。相信耶稣基督归向伫上帝的时阵，上帝伫伊的生命中间所做的一个印，砍一个印。天父上帝毋也是砍印耶稣基督，伊是基督。同时，天父上帝也要通过耶稣基督砍印伫所有相信耶稣基督正做上帝的儿女的人，来认证因真正是上帝的儿女。你会通确认你是上帝的儿女，是因为你的生命中间一定有圣神甲你做记号。那保罗先生伫以弗所书第1章13节，咧讲圣神亲像印；搁伫以弗所书第4章第30节，伊搁一届摕圣神亲像印。伊讲，恁着毋通互圣神担忧，因为恁是为印记，要听候迄个赎的日子。保罗先生伫以弗所连续讲几啊届圣神亲像印，一方面是要确认咱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得到圣神的印记，一方面要提醒咱基督徒。点伫咱内面的圣神，
伊会替咱担忧，因为圣神亲像灯，当伊来到伫咱的生命中间，会照查咱内心的世界，咱内面的念头。如果咱内心的世界犹原稳重坐坐无合上帝心意，这歹的念头的时阵，当咱的所行所做违背上帝的公义的时阵，圣神会替咱担忧。啊，保罗伫以弗所书几啊届讲到圣神亲像印，这教着伊当初是写批互即个以弗所教会的文化背景有所关联。以弗所是一个海港的城市，靠近一个海口。伫即个海港中间有一个生意，就是专门咧卖木材。因对山顶的所在来测即个木材，测了后，就对着即个溪流流到伫海港的所在。所以，若要买木材的人，因就到伫迄个港口的所在，伫遐来拣因所要爱食的木材。因拣了后，就伫即个木材顶悬甲伊嵌一个印，即个主人的印嵌伫即个木材顶悬。然后因就成做即个木材的拥有者，总是毋是个手就甲伊领走，因为伤过济，因就将即个木材暂时搁寄放伫即个港口的所在。听候因需要即个木材时阵，因就派人到伫即个港口的所在，将迄个有嵌着即个印仔即个木材，甲伊领回。所以有一款的文化背景，以弗所人因对着保罗先生所讲圣神亲像印，因有真深刻的领会。救赎咱的主耶稣基督，一定是伫架顶为咱付清所有遮的罪责，已经为咱付出遮的代价。保罗先生形容讲，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将咱用代价甲咱买回，用圣神来成做咱的印记，甲咱嵌印做记号，然后佮找圣神点伫咱内面，互咱的身躯会通成做圣神所徛起的殿。要听候主佮再来时阵，咱的身躯也要完全得着赎回。但伫古早，伫即个印仔，因还佫有一个特别的做法，就是因当时是即个印仔是印伫即个蜡的顶面，所以即个印仔有一个形状，印仔形状是怎样？嵌伫即个蜡顶面的即个蜡的顶悬，也会浮现即个形状。上帝用圣神做印嵌伫咱的生命内面，是要将耶稣基督的形状嵌伫咱的生命中间。要互咱的生命会通愈来愈亲像。亲爱兄弟姊妹，咱有圣神做印来嵌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是属于基督，咱是属于上帝。那呢，咱就爱学习耶稣基督，伫这地面上过一个敬虔圣洁的生活，互咱的生命会通荣耀上帝。听候主会搁再来，咱的身躯完全得着赎回的日子。当主搁再来时阵，伊会认得咱，伊会捌咱。因为伫伊会通看到咱的身上有圣神的印记。这个人叫做汤德胜，康德胜，伊本身是一个泰国人，伊阿祖就开始信基督，所以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伫15岁时阵，伊的父母甲伊鼓励讲，你着爱接受洗礼，所以15岁时阵伊接受洗礼。16岁时阵，伊离开的故乡，到伫都市。伫遐来读册，开始伊交一寡歹朋友，开始食薰、啉酒，然后乱说。到18岁时阵，有一日伊听到上帝声伫伊的良心内底咧问伊一句话：你安尼过生活，你敢真正有快乐？过一天，伊交着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食毒，王关几啊届，常时常常啉酒。啉到醉茫茫的一个朋友，同齐咧做伙。当咧讲话时阵，这个朋友发现讲，康德胜的头壳底下有一个物件，有一个印记，顶面有写字，写的是泰文，所写的是讲我是创造者。所以这个朋友就甲伊讲，你家己看，然后伊看到家己顶悬这个印记上不可思议，总是这个印记，互伊想着讲，我是属于上帝。我是上帝的囝，我已经受洗，我已经做上帝的囝。我这个时阵是安怎遮尔傀儡？我较会拢做遮无好代志。伫迄阵，这个印记，互伊灵头火解，归向上。伊倒到伫伊的厝，甲伊老母讲：妈妈，我要来读神学院，我决心要奉献上。伊老母听安尼讲，流目屎，大声哭，甲伊讲：我为着你祈祷已经5年久。
当伊开始背译的时阵，变歹的时阵，伊老母知影，就开始为着即个后生，不管是咧祈祷，不管是咧祈祷，到伫祈祷了后，伊的后生来讲，伊要去读圣啊。伫这读圣经的期间，伊开始认真读圣经，落尾读到伫启示录第22章第4节。启示录22章第4节咧讲，伊的名的确要写伫因的头壳顶。伊的名是指上帝的名，要写伫遮个信徒的头壳顶。迄个时，伊恍然大悟，原来当初是伊无了解，是安那伊头壳顶啊有出现即个印记。即个原本就是上帝对着伊特别的怜悯。当新学院毕业了后，伊伫上帝带领下面，到伫台湾。台湾南投有一个工业区，叫做南港工业区。迄个所在真侪泰国人去遐移民到即个移工到伫迄个所在咧做工作。伊有足大一个负担，就是遮个泰国移工来传福音，上时伫迄个所在起做教会。兄弟姊妹。咱真做基督徒是真宝贵的代志，因为圣神亲像印，要印伫你的生命内底。有的人拍算是印伫手，有的人拍是伫印伫伊的头壳遐，有的人可能无看到即个有形的印。就是圣神伫咱内面的时阵，伊就亲像一个印，要互咱会通得到一个确认，咱伫上帝国有身份，咱伫上帝国有拥有权，咱伫上帝国会通得到保护的权利。咱伫上帝国会通执行上帝所该交咱所有执行的工作的即个权柄。圣神应该是亲像印，圣神嘛亲像一个凭据。上时即个凭据对咱来讲是非常的要紧。保罗先生用3段经文来咧甲咱讲，圣神亲像一个凭据。第一段经文是以弗所书第1章第14节，伊安尼讲，即个圣神就是咱得到基业的凭据。直到上帝的百姓得到赎回，互伊的荣光得到学乐。第2段经文是伫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22节，伊安尼讲，伊阁用印来印咱，阁想述圣神伫咱的心内做凭据，咱台语家翻做定。第3句的经文是伫哥林多后书的第5章第5节，伊讲，迄个栽培咱的就是上帝，伊阁想述咱圣神做凭据。当这3段经文拢非常清楚，甲咱讲一项事：圣神亲像啥物货？圣神亲像凭据。那凭据这个字也是对希腊文来阿拉蓬这个字原本伫因的用法是一个法律上甲商业上的用法，就是讲你去买一项物件的时阵，你付这个定金、头期款，也是讲抵押品，然后你付其中的一部分。然后到伫落尾的时阵，时间到时阵会通将所有的来付清楚。伫荷兰本来翻译即个希腊文的时阵，是该翻做凭据；日本人的翻译该翻做是保证。伫英文 King James 该翻做是 earnest， 有一寡英文的翻译叫做 pledge， 也是 deposit， 也是 down payment。可能咱对着 down payment 就拢足清楚，你去买一间厝，还是买一个物件时阵，你付这个定金。台语该翻做是准当，也是定，就是讲定着。你认真，你对这项代志有认真，你真正有要买，所以你付这个定金。所以这个凭据就是你已经付出某一寡遮的定金的一个证明，用来要求这个契约的当事人，伊就爱继续履行伊应该的一个法律的一个。这个责任，进一步来完成所有这个契约。所以，当你用一个公司买一批货，这个货也未完全交货进前，公司就给你一张的凭据，然后时到的时阵，你会通摕这张凭据来摕回所有这个货。对这个来了解，什么叫做圣神？圣神就是一张有效上帝予咱的一个凭据。咱通过耶稣基督的保护，咱甲上帝立约、立信约。圣神就来点伫咱的内面，这张合约顶悬有藏有效的一个凭据，有效的印，然后成做咱的凭据。一方面证明一项事，上帝已经通过耶稣基督付出这个代价，将咱赎回；一方面保证上帝将来要予咱完全的一个救恩。有了这个凭据，圣神来点伫咱内面，咱就通大心去担着这个救恩的滋味，同时得到一个保证。
上帝要互咱的救恩，全备的救恩，有一天伊的确要照安尼来行，一个包括咱的身躯得到赎回，咱的身躯得到改变，这个败坏身躯要变做袂败坏身躯，得到永远的生命，天顶种种的基业，咱会通甲基督同做做王，咱会通甲基督同做得到荣耀。这是何等的荣耀，甲着何等的应允。过去毋捌看过，过去毋捌经验过。基督来的时阵，咱才会通完全得到。所以咱真困难完全相信，为着要互咱相信才会，上帝亲自用圣神成做一个凭据，互咱知，咱若是这个时阵得到上帝的救赎，咱还阁有将来盼望。这凭据就是要互你指向你的生命，会通指引伫将来。咱毋是干那活伫现主时，咱要活伫上帝为着咱备办的将来。当然有这个凭据了后，咱就愈较少念天顶的代志，无互这个世上的事占满咱的心。咱若愈较无基督将来的荣耀，那安尼当伊显现的时阵，咱也要甲伊同齐显现伫伊的荣耀内面。有了这个凭据，当咱面对咱眼前济济拄着的艰难的时阵，咱就有一种的气力会通赢过去。伫旧约中间有两个出名的人，因拢伫苦难中间要向上帝恳求，讲上帝啊，求你互我一个凭据。其中一个是约伯，另外一个是大卫。当约伯受到撒旦的攻击，死亡的阴影掠大伊，将来盼望强强要灭绝的时阵，伊向上帝恳求安尼讲，伊约伯书第17章第3节，伊甲上帝恳求讲：主啊，愿你摕凭据互我，愿你家己为我来做保。兄弟姊妹，咱基督徒何等有幸？约伯就是求，讲求上帝，你互我凭据。但是咱基督徒伫耶稣基督内面，上帝已经赏赐圣神来做咱的凭据。第二位是大卫，当大卫咧道上扫罗王对着伊的追杀，走到拢无路，走到非常落魄的时阵，伊的生命常常要灭绝的时阵，伊只有向上帝安尼祈祷，讲上帝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阁有强迫的党笑伤我的生命，因无敬奉上帝，总是主你是仁慈稳定的上帝，你无快快受气，你有丰盛的慈爱甲诚实，求你或转转来看我，求你就可怜我，赏赐气力，互你的奴仆，救你的女婢的囝。然后伊讲，主啊，求你向我显出稳定的凭据，或者我用我的人看起来见笑，因为这个凭据。互人知，耶和华你帮助我，耶和华你安慰我，这是大卫的祈祷。咱基督徒是何等的有福气，因为圣神亲自要向咱显出上帝恩待咱的凭据。上帝所赏赐咱的凭据就是圣神，圣神要来对伫咱的生命中间，咱就得到这个凭据。一个人若信主，若无经过圣神顶头生。无有圣神点伫伊内面的时阵，伊无法度确信将来会通伫主内面得到荣耀。总是当你有圣神成做凭据，你会通勇敢大胆来领受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所要互咱一切应允。圣经明明安尼讲，上帝应允无论是偌济，伫耶稣基督内面拢是阿们，拢是实实在在。保罗先生因为这款缘故，伊非常清楚安尼讲。伫基督内面来坚固咱的，就是圣神。圣神高抹咱，常时用因抗咱，佮伫咱的内面成做咱的凭据。亲爱的兄弟姊妹，圣神毋也是亲像风，亲像气，亲像钱啊。圣神毋也是亲像火，亲像水，亲像膏油。咱会通经验圣神，亲像灯，亲像印，亲像凭据。灯、印、凭据，这三项物件，咱日常生活中间常常会通看到，会通帮助咱愈了解圣神甲咱生命中间的关联，会通更较侪经历圣神要伫咱的生命中间所做的工，要带互咱的将来。兄弟姊妹，当咱看到灯伫咱的头前咧发光的时阵，互咱想着圣神，咱会通恳求圣神亲像灯。来照伫咱的内心的生命，咱会通恳求圣神亲像灯，引带咱头前就应该行一道路。当咱咧用引的时阵，还是当咱看到一文件顶悬有嵌一个引的时阵，
互咱上帝信心。恳求信心亲像印，嵌伫咱的生命内面，来印证咱真正是属于上帝，像是印证咱伫上帝国内面有咱的身份，有咱的权利，有上帝为着咱所备办的基业，有上帝所要赏赐予咱的权利。当咱看到凭据的时阵，互咱上帝信心。咱恳求信心亲像凭据，互咱通确认咱将来被赎回的日，确认咱要得到上帝为着咱所备办全备的救恩。兄弟姊妹，愿你经验着信心亲像灯，亲像印，亲像凭据，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我的上帝，我感谢你，你的信心是何等的奇妙，伊会通亲像灯。你用伊来照阮的内心，互阮的内心有光明；伊也通亲像印，你用伊来嵌印阮，互阮通知阮真正是属于上帝；伊也通亲像凭据，你将伊赏赐互阮，互阮通确信阮的将来有一天会通伫你内面得到全备的救恩。天父上帝，遮尔好的物件，阮的主甲阮讲，阮若求，你就要赏赐。毋只是阮为着阮的教会求，阮也为着阮本身来求。恳求你将信心赏赐伫阮的教会，恳求你将信心赏赐阮在座每一位。感恩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你仰脸保守你所爱，你不必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这些心里去，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旨意。我凭这些心里去，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这些心里去，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旨意。我凭这些心里去，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旨意。我的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意，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取
水。